以愛為橋，聯繫亞洲。因為播道會咁，你都係自己間堂會做，咁都係抽象嘅。咁我諗能夠對一個教會、一個宗派有投入、有感情，我諗係似於認識咯。認識就係大家就係相交啦。咁我懷住咁嘅心去參與呢個第一次、上一次嘅播道會嘅亞洲嘅大會。咁今次就特別啲啦，今次去咗馬來西亞，同埋我係其中一個有份參與，咁我都覺得好榮幸。我自己都 looking forward，希望係呢個聚會真係認識到唔同地方嘅播道會嘅同工弟兄姊妹，咁讓我本來有個好抽象嘅播道會呢3個字變成一個具體一班有生命跟隨緊基督嘅人。咁我諗好自然，大家就會有主裏邊嘅團契同埋相交。亞洲播道會第12屆嘅會議等住你，快啲報名啦！11月日本見，11月約定你日本見。